日有34例本土病例，若昨哦，一困头是增加到83例确诊，而且是为北部到南部拢有确诊的病例。这个后山、台东这片净土，嘛去有新冠病毒走入去，昨有6个人确诊，这是互当地居民真紧张。早起一透早7点，采检站就来超过200个民众要来做快筛，结果筛出来。13个人是阳性，紧急送病院做 PCR 确认。好你家在，只有一个是阳性确诊，也未来列暗号。我们看前面如果有空了，我们就往前。人这个甜，拢是要来排列快筛。台东二昨新增加6例本土的确诊者，有病毒侵入，和在地人真烦恼。我7点工作的关系，全部，别的都做进去了。透早伫体检站又搁找出10个快筛阳性的，目前已经送到病院去做 PCR， 要确认。县政府持续扩大抗疫人数。昨天我们框了18位嘛，哈，那我们又增加了12位，目前仍然是6位确诊，那其他的框列人士都是阴性。烦恼讲医疗量能未堪一早起，搁新增加一条快筛路线。我预计今天快筛人数会比昨天更多，预定到今天中午，但如果人数还是持续的话，我们还是会持续。连假要到啊，人一日来下雨疫情增加变数，当地出名的景点除了牧场已经做好准备啊。在半天的话就可以完全全部做完快筛，工厂的部分跟游客的部分再做一些隔离。早晚的话，我们会做一些场内的园区的一些消毒动作。加强防疫，持续消毒，县政府嘛呼吁民众赶紧去体检，将这围着人拢总吹出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鱼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